為照顧偏鄉甲熱山區居民，會用得到完善的醫療照護，立法委員陳廷輝2月6號邀集中央衛福部醫學會以及地方的議員甲里長，針對衛福部台南病院新化分院的醫療服務升級進行會勘。會中這位議員包括李偉智、余祖清、陳碧玉，以及玉井山區的議員周奕齊，甲着當地里長嘛攏到場表達意見。中風的來，燒炭的來，無攏無法度處理，高壓氧無，膽攏無。差一個講也是會關上啊，毋是來遮加錢的嘛。迄人的人一般這個救護車頂頭就有啊嘛。啊，若你講你醫生請袂着。介紹管恁請袂着，所以我總歸一句話就是要錢嘛。啊，恁病院恁愛經營，恁有趁錢，恁愛想辦法，馬克終於客倒去啊，到地方遮來增加咱的設備，迄安尼是長遠之道。地方的意見包括醫護人員的欠缺，加上一寡醫療設備老舊，造成偏鄉甲熱山區的居民，較無法度得到完善的醫療照顧。甚至病院要擴充空間，嘛碰到地脈的問題。對此，立委陳廷輝表示，經費的問題由着衛福部來幫忙解決。至於地脈的部分，立委將會會同市府督發局來尋求解決。其實大家攏希望講咱台南病院新化分院會當更較好，然後所以基本上咱即馬有看到咱的空間無夠的所在，我們要建這個新大樓，可是現在有地目的問題，在醫療專區裡面居然還有農牧用地，這個是非常誇張的，所以我們這個首先會跟議員來解決這個問題，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說，我們有地區醫院有所謂的就醫習性，那我們有一些急重症的一些篩檢，初期篩檢，還有我們的癌症篩檢，這個時候我們初步都應該要有給人民一些初期的檢查。也就是說空間的問題、設備的問題，我們請分院長應該要把這樣的一個計劃案提出來，我們會全力要求我們的衛福部來做一個經費的協助。那衛福部下來也願意承諾就是會優先，只要計劃完整之後，就會優先來協助。對此，衛福部台南病院的副院長林建忠，甲着新化分院長張耀仁嘛回應，護理能力的提升，目前除了企業願意來提供獎助、留調人才，近年來經過環境甲着停車場的改造以後，就醫的人數嘛確實提升，未來會繼續提升醫療設備的態度。提供更加完善的在地醫療服務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